呢個練習係靜坐觀察呼吸。日常我哋有好多時間坐喺度㗎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少少幾分鐘坐喺度嘅時間，亦都可以用嚟啦，關心一下自己嘅身心。開始嘅時候，我哋會揀一啲比較靜嘅地方去練習。到你慢慢習慣咗去靜坐觀察呼吸啦，就算喺比較嘈嘅地方，例如話喺地鐵啦，如果你有位坐嘅時候，其實都可以咧靜心坐喺度觀察呼吸㗎。呢一個練習叫做靜坐觀察呼吸。咁又係咧，幾時如果你有幾分鐘我坐喺度，咁記得返，又係可以照顧身心嘅時候。開始嘅時候，希望當然係一啲比較靜啲嘅地方做，比較容易啲去留心到身體同心靈。但係日子耐咗咧，你會發覺，就算你喺一啲比較嘈雜嘅地方，可能係地鐵啦，你都可以靜心去坐喺度觀察呼吸。當然有陣時可能係靜心站立喺度觀察呼吸啦，睇下你有冇呢個位可以坐啦。好啊，咁如果而家你可以坐喺度嘅呢，咁請咧慢慢讓身體好舒服嘅坐到喺一張凳上邊，讓身體培養3個品質㗎。第一個品質咧就係穩妥，感受下而家係咪腳踏實地㗎？如果腳係離開咗地，你係可以攞少少嘅嘢墊一墊嚇，讓雙腳咧係有承托㗎。第二個品質就係醒覺啦。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咧，而家上半身係咪垂直㗎？可以由尾龍骨慢慢感受下腰椎、胸椎、頸椎，乃至頭部，好似咧上天有一條鋼線慢慢落到嚟咧，貼住我哋嘅頭顱蓋，輕輕拉拉佢，於是整個脊骨好自然㗎就垂直喺度啦，唔係板直嚇，唔需要勉強㗎，只係自然㗎垂直喺度。胸膛可以打開㗎，甚至可能感受到啦，背後肩胛骨滑落，膊頭垂低。如果合適咧，可以讓自己嘅下巴咧稍微上下移動一下咧，去感受下去到邊一個位咧，頸同頭就覺得最舒服啦。咁咧就讓下巴停喺嗰度啦。咁整個上半身就喺一個垂直而有覺醒嘅姿勢嗰度。最後一個品質想培養嘅就係鬆容自在啦。所以咧可以感受一下頭嘅肌肉、面部嘅肌肉。而家有冇唔需要嘅緊張可以放開嘅呢？如果合適㗎，你可以垂低，雙眼望住地下。又或者，如果你覺得瞌埋眼仲能夠專注一啲，你都可以瞌埋眼㗎。讓膊頭都可以放鬆，上臂、手踭、前臂、雙手都可以放鬆。大腿、膝頭、小腿、雙腳都可以放鬆。身體進入穩妥、醒覺而又自在嘅姿勢，心亦都可以慢慢安住喺腹部嗰度。可以感受下而家呢一刻腹部嘅變化，可能係輕微㗎，或者係明顯㗎，一起一伏。
以留心到幾時吸入嘅時候，腹部會微微嘅升起，佢升起到幾時又會轉為沉低呼出㗎。好奇嘅感受下佢嘅變化。自然㗎，唔需要改變呼吸㗎。無論佢係深淺長短，都只係知道呢一刻呼吸就係咁啦。如果發覺個心已經游走咗，去咗第二啲地方，可以停一停，笑一笑㗎，完全唔需要怪責自己或者批評自己。分心係人之常情，接納佢而家嘅狀態，然後又可以溫柔㗎邀請心返嚟腹部，又再一次感受一吸一呼。合適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張開雙眼，慢慢喐下手，喐下腳，帶住呢一份嘅覺察進入生活嘅下一刻。